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內容咧，就係關於圓肩啦。圓肩同埋寒背咧係有唔同嘅，肩頸繃緊放鬆嘅護理。除咗我哋經常會接觸到嘅手力按摩復位之外咧，你哋刮痧啦，加埋一啲咧而家流行嘅 AI 科技。大家好，我係曉運濤嘅許姑娘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內容咧，就係關於圓肩啦。咁開始之前咧，首先咧同大家講一講咧，圓肩同埋寒背咧係有唔同嘅。咁圓肩咧通常就指我哋嘅肩部個頭咧就有少少咧向前傾嘅，就好似圖中呢幅相咁樣啦。而寒背咧通常咧就會較低嘅位置啦，其實咧係會成個咧脊椎咧係有少少彎曲嘅。咁呢個情況咧都會建議大家咧，首先咧第一件事咧就係要揾到啲專業嘅醫護人員啦，例如醫生啦、中醫師啊，或者係物理治療師、脊醫咧去處理咗咧，因為你圓肩或者寒背引起嘅疼痛。我哋曉運濤咧亦都加咗一個護理嘅項目，其中一個咧就係咧肩頸繃緊放鬆嘅護理。除咗我哋經常會接觸到嘅手力按摩復位之外咧，咁亦都會有時有需要咧，亦都會咧同你哋刮痧啦。咁許姑娘咧仲會加埋一啲咧而家流行嘅 AI 科技啦。咁其中一樣嘢咧，相信大家咧都可能咧會有接觸過嘅。咁呢個按摩儀咧就係咧 Nu Skin 公司出品嘅，咁佢就利用微電流。咁我咧就會因應佢嘅設計咧，咁我會針對喺個穴位嗰度，利用微電流咧做一個按摩啦，同埋都可以咧幫你哋咧可以通到淋巴嘅。跟住之後咧，我亦都會加埋咧呢一個新嘅黑科技啦。咁我會叫做風力能量按摩儀嘅，咁佢咧就會輸出一個咧 PEMF 啦電磁波，再加埋太黑磁。咁呢兩樣嘢嘅好處咧，就可以針對細胞嘅修復。咁佢嘅風力咧，咁亦都可以咧離岸咧做咗一個有效嘅按摩嘅感覺啦。咁可以咧同你哋咧放鬆你哋嘅肩頸繃緊嘅肌肉嘅。咁我亦都會教大家，如果你哋屋企係有按摩球啊，或者係其他一啲孖波啊嗰啲配件嘅時候咧，呢類型嘅配套咧，亦都係喺屋企咧，你哋如果識得用嘅時候咧，亦都可以幫到你哋咧，可以舒緩咧嘅肩頸繃緊嘅。另外，許姑娘呢位治療師同一般坊間亦都有唔同嘅，因為我係會咧持續咧會咧鍛鍊我自己嘅體能啦。就好似啲粉絲們經常都同我講，睇唔出許姑娘細細粒粒都幾有力喎。大家喜歡一位醫護人員，例如好似許姑娘咁樣咧，幫你哋做一個肩頸繃緊放鬆嘅療程咧，咁可以咧同我咧預約一個 appointment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。